超驚喜啊！阿女追高成功，真係嚇親我，唔係講笑。2年前發覺，雖然日日魚肉奶都係補齊，但係阿女仲係俾人奶半個頭。咁其實大家都知啦，小朋友嘅黃金發育時間就係呢幾年，如果錯過咗就真係冇得翻轉頭噶啦。所以我日日都好緊張，驚自己做得唔夠，影響到佢之後嘅高度。咁上一次同朋友仔 high tea 啦，佢就話到佢個仔最近飲緊卡卡聽成長，又唔單止補鈣，連腸道嘅吸收都改善埋。咁我諗，咁不如俾我女試下，話唔定可能有轉機呢。淡淡嘅牛奶味好入口，阿女自己都主動飲。媽咪好好飲啊！最重要咧，佢入邊有10+1嘅益生菌，幫佢嘅腸道徹底打通之餘咧，連我個女嘅挑食情況都改善咗好多。以前佢食極都唔吸收，而且仲好容易便秘。飲咗一段時間，明顯飆到腸道好咗，營養吸收自然快咗。上一次連健康嘅姑娘都話，身高線已經追上中位數啦，成日都有活力，運動都更有自信。成分乾淨，零糖零防腐劑，連營養師都大讚。加入豆漿、粥仔直接飲都得。仲有日本呢皮膠原肽，幫助骨骼健康。睇下邦皮嘅專利多肽，吸收率比普通鈣高好多。見到褲腳短咗咁多，證明真係有效。而家每個禮拜都係飆到高咗，做媽咪真係安心好多。係唔係又高咗啊？係啊，其實我哋做媽咪嘅要求好簡單㗎咋，唔係要佢即刻生高10 cm，而係要一個健康嘅吸收底子，唔好錯過每個長高嘅黃金期。你話係咪啊？係啊。每日一包，陪住小朋友安心成長。